胤囊螢。晉代時，車胤從小好學不倦，但因家境貧困，沒有錢買燈油供他晚上讀書，所以他只能利用白天背誦詩文。在某個夏天的晚上，他在院子裏背一篇文章，忽然見到許多螢火蟲在空中飛舞。他想，如果把許多螢火蟲集中在一起，就可以變成一盞燈了。於是他找了一隻白絹口袋，然後找了幾十隻螢火蟲放在裏面，捆好袋口後，把它吊起來。雖然不太光亮，但總算可以用來看書了。從此，只要有螢火蟲，他就去找一些來當燈用。由於他勤力學習，後來做了職位很高的官。他做過中書侍郎，是中和護軍將軍。